台湾曝盐有300多档的历史，这个是124年开垦的，就是200年前。 200年前啊，曝到民国90年，有拍荒，因为后来台盐就去澳洲投资，有啊，就拍荒，拍荒了，阮伫2008年还搁倒来重新整理，啊，到今年是第18档。曝盐其实有足简单7字，就是海水引入来，伫土地慢慢啊，一个一个流动，流动的过程，海风会吹，日头会晒，硬吹拍，好啊，所以海水、土地、季风与阳光，合作水地风光。哦，咱这风光了，修盐吼，我来教恁口诀，口诀好来。钟摆原理吼，我等下安尼考起来1，啊，是不是当量？对，一海了的2、3。老师，你喊一遍，我看就知啊。1、2、3，嘿，顺势好落，顺势好落。哦，老师嘛真严格呢，这每一个姿势拢爱。姿势不对的时候，人容易受伤。哦，人会受伤。 1、2、3，好，袂歹。来，换第2档，轻轻啊落去，唔咧踩遐大个。哦，愈来愈高哦，愈来愈顺哦。太上得哇，太上赞哦。